新北捷运环状线南北环段去年全部决标，而且上早施工的一个区段工程的进度有提早。不过，嘉义地段外界也烦恼，这捷运的轨道会和进前同款凸起。捷运局表示，这工程的设计拢有照规定，会欠伫地段。一包一包的好年红绿卡发送给施工团队成员。新北市环状线南北环段在2024年已经全部决标，其中上早开工的 CF680市区段标，包括着北环段的11维修机厂，目前工程进度已经达到25.82%，进度超前6.63%，比我们所规定的期程还提早。未来在2029北机场就能够顺利完工。 同时可以借接五太轻轨。捷运北环段若是完工，路线串联新庄、五股、蘆洲、沙丁埔，甚至一台车就当为新店直接到蘆洲。另外，南北环通车了后，还会增加29台车，达到46台列车。班规划5分半，缩短到4分半。暗过2半暝才发生，全台拢有感觉地动。进行环状线嘛拄过，地动造成铁轨路错位状况，这摆嘛引起烦恼。 在北环段主要都是地下工程，那地震来的话，照交通部的耐震规定会去设计，可以抵抗到一定的耐震程度。那基本上在地震来临时，应该对高架段的风险会比较高。新北市财务局强调，工程本身就设计一定的耐震程度。另外，营运中的环状线1透早嘛经过巡回，确定无问题，顺利发车。尽量的想能不能够预测，就可以先减速。譬如说高铁的话，它就从如果刚好300，它可以减到100多，它的伤害也没有这么大。学者提醒，行铁轨路的车，若是高速的驶，加上角度偏离，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。未来若是会当做到有线判断，会当大幅度降低危险。公司记者蒋龙雄、王剑婷台北报道。